嘉义县的焚化炉已经启用20档，逐工拢爱处理900吨的家庭甲事业废弃物。即马为着要提悬效能，县府甲厂商签新的合约，未来会增加24点钟污染的降风系统，嘛会增加防治空气污染的设备。焚化厂中央控制中心记录小本所产生的各种空气资料，规划经营已经20档到期的嘉义县焚化厂。 今仔日又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决定甲厂商签订新合约，希望提升效能。我们这个出餐的方式是全国第一个经过财政部核定的这个有偿的这个 RTO， 也就是说，环保署有补助我们未来的整改费用的1/3。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让政府机关在调度垃圾的时候有更大的弹性空间。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资源，能够帮忙嘉义县政府的财政。 也能够照顾焚化厂周遭相关的这些乡镇。环保局指出，民众对环保意识愈来愈强，所以除了粪扫的处理、空气污染的管理甲控制，嘛是刷来要求厂商的重点。而且小本所产生的附加泡，嘛要思考转做有路用的资源。我们所有的排放绝对是远低于国家的标准，绝对是甚至于低于大部分世界上的标准。我不敢讲100%，因为我查不出来100%，但是绝对是低于的，请打包票。新的下药内底，焚化厂边仔荷包树、生态园区等等的一寡施设，厂商嘛有提出相关的计划。除了加强设备，嘛答应配合嘉义县，希望达成循环经济甲环境教育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